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日本经济新闻。2月28号报台湾的消息，报讲台湾上大的问题是中共的间谍伤多咯。毋那蔡英文总统到今也无法度掌握军队，也有可能会互台湾无法度甲日本合作来对抗中国。咱的国防部紧急来回回，讲这种的报道无经过查证，凭空乱输报。日本新闻阁来报讲，台湾的国军高层拢去用外省人规碗旁，甚至有高达9成的军官退役了后到中国提供情报来换金钱。这款的报道是互退伍会主委房世宽气噗噗，痛骂日本媒体乌白讲。意图要来分化掉台湾的军甲民，房世宽阁直接对镜头来标明着垃圾话，讲士可杀不可辱，就是甘愿牺牲性命，嘛唔愿受人侮辱。房世宽讲，伊交垃圾话，愿意承担互人咒骂的后果。胡说八道，放他！退伍会主委房世宽气到直接在镜头前骂歹听话，佮讲出嘴话嘛愿意活着到底。要我收回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军人，宁可士可杀不可辱。非常希望我们的媒体把我今天早上讲的那个脏话，把它翻译了反映出去。我承受任何的后果，为什么？我刚刚讲说你早上心中的痛。房世宽愈讲心情愈歹，全部是因为日本经济新闻昨报道，国军真侪高级军官由外省控制，真侪前面国防部长嘛强强要去外省高接，甚至有1位9成军官退休了后去中国提供国军的情报来换好康的。我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，为了这个事情。我们国军将领怎么会连日本人都来侮辱我们呢？目的是想分化我们军民之间常年培养的协调合作。难道是安全上我们有利益上的冲突吗？我想他们之间也有匪谍吧。房世宽认为，日经的报道可能无单纯。另外一方面，日本的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柏明夫认为，日军步兵训练指挥部现行的上校收瑞应会，反而是背骨罪或者是失败罪，说是以贪污罪行判刑收回离境。不是用国安法来制裁他，表示我们没有确定他嘛？我们的规定有哦。军人假如你查出来是匪谍，应该是枪毙的。不过，法界人士分析，现行的上校涉案，派认定违反国安法，或者是构成反渗透法的要件，贪污罪刑责甚至是比真侪国家相关条文刑责更重。面对中国无放弃武力侵犯台湾，强调案搁一站接一站，未来敢是立专法来甲出发，这恐惊是政府未来重要课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